打開呢個以黃白色為主調嘅兒童色情網站，發現原來都唔係兒童色情咁簡單。一打開全部分類，除咗兒童色情之外，就連其他鹹網嘅鹹片作品，標註為黑料吃瓜嘅外流影片，甚至人獸交都有，全部都要俾錢做會員先睇到。英文字母 UU 係普通話幼幼嘅諧音，而呢個網站使用簡體字，入面嘅兒童色情片清一色都係以女童為主角，畫面可見好多片中嘅女童連陰毛都冇，但係礙於尺度關係，本台無法播出。標題亦都有意無意暗示亂倫，例如禽獸行為操自己的小女兒，太禽獸了爸爸暴力抽，亦都有啲標題令人聞者心酸，例如越南初妓全集，喺網站入面一共有3位數字嘅集數。新聞及廣播部嘅記者話，今次係新聞部巡視某總部設喺歐盟成員國塞浦路斯嘅色情網站彈出嚟嘅廣告9年以嚟，第一次遇到兒童色情網站以廣告嘅形式彈出嚟，形容係非常罕見。由於中國大陸冇針對兒童色情嘅專法，喺大陸架設兒童色情網站，最有可能觸犯刑法嘅猥褻兒童罪同埋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而喺香港，任何人管有兒童色情物品，最高可以判處監禁5年同埋罰款100萬。如果牽涉生產工序同埋複製、進出口兒童色情物品，更加可以被判監8年同埋罰款200萬。蜂巢電視駐台灣記者胡力維文報導。